好，各位兄弟平安。礼拜要开始，请有带迄个手机的，请关机，请咱准备心。全地就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这是咱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281首，圣诗281首，上帝只是毋知。请起立，咱来吟全首。
请坐。使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普天之下，万族万民都要向你敬拜赞美。南洋教会弟兄姐妹在你的面前，要全心全意的敬拜你，享受你为我们今天所预备的崇拜。我们赞美是要看见神的荣耀、神的能力、智慧和良善。主啊，我们是属于你的子民，看到你的伟大奇妙，我们也看到自己的渺小。主啊，帮助我们心中的困难能转向神，挪去我们自我的中心和私欲，看见神美好的心意。感谢主，你拯救我们的灵魂，使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感谢主，你赐下圣灵，使我们活在你的引导之中。感谢主，因你是全能全知者，使我们有信心面对每一天。感谢主，因你是怜悯医治，使我们的心常被安慰，肉体也得以健全。求主唤醒我们的灵，让我们立志追求持续的读经祷告的生活，使阮有信心甲力量，除去阮一切不安甲忧愁，使阮有真正的平安甲喜乐。一时咱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讲：阮是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一成，伫咧亲像伫天里。我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无你带阮入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先来启用，你经文第10篇，还是诗篇第27？咱交托的方式来启用。上主是我的光，我的拯救。我还着惊啥人？上主是我性命的保证。我还着惊啥人？虽然歹人攻击我，对敌吞食我，因拢会滑倒失败。虽然大军扎营包围，我的心也袂惊吓。虽然对敌发动战争，我犹原安稳自在。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只有对伊求这项。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伫圣殿仰望伊的阳光，祈求伊的指示。我拄着患难的时，伊会甲我藏伫布边内，伊会保护我，互我匿伫伊厝内。伊会甲我放伫石盘顶，互我的头举悬，超过包围我的对敌。我要伫伊的布边欢喜献祭。我要唱歌学乐上主。上主啊，我求叫一声，求你听。求你怜悯我，应答我。你对我讲，来调整我。上主啊，我来调记你。求你毋通毋认毋察我。求你毋通生气赶你的奴仆。你一直是我的帮赞。准求我的上帝啊！求你毋通拒绝我，放杀我。我的父母若气杀我，
上主嘛一定会收留我，上主啊，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因为对着地长等，求你带我行边骹的路。毋通照对敌的心愿甲我交互因。因为因用伪证恐吓我，我亲心一项事，要活地的日，我会享受上主的恩惠，就信靠上主，就勇敢壮胆，一声就信靠上主。这时，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着哥林多后书第4章16至18节，16至18节。因为安尼，阮无失志，虽然阮外在的人渐渐地衰败，阮内底的人却日日的换新。阮所受的这个暂时搁小可的艰苦，是要互阮得到袂通比，搁较大永远的荣光。阮所重视的，毋是看会到的，是看袂到的。因为看会到的是暂时，看袂到的是永远。我用和本再念一次。所以我们不丧胆，虽然我们外在的人日渐修坏，内在的人却日日更新。我们这短暂而轻微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因为我们不是顾念看得见的，而是顾念看不见的。原来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愿上帝话真做伊的智慧甲帮助。这时要来请主日学来赞美，要赞美诗歌是我要学了。好，感谢主日学真好的歌声。这时要来请本堂的林耀新牧师来正道。要正道的题目是重视看无顾念看不见的。
大家平安。顾念看不见的台语爱讲叫做当时，当时看袂到的，重视，看当啦，因为看当迄个看袂到的，咱当心来祈祷。是阮的主，我满心感谢你，伫你生的主里，搁一摆呼召阮来到伫主你的殿院，互阮真正带着心灵甲诚实来到伫主你的面前，愿你用着你家己的话语，搁一摆来启示阮，来引带阮，互阮伫阮的日常的生活中，因为阮将你的话语来刻条伫阮的心内，互你的话语成做阮生活的准绳，互阮伫阮日常的生活中，真正活出主你的话语，搁行出主你的话语，互你的话语会通因为阮所活出来，互众人看出阮真正是军队主你的，就将一切荣光归伫你，也互你的名得到应该得到的荣光。愿咱的恳求祈祷，靠主基督的圣名。阿们。咱伫即几个礼拜内面，咱拢不断伫遐讲起着迄个培养属灵的性命，就是看上帝话、听上帝话、想上帝话、讲上帝话，搁行上帝话，是培养咱迄个属灵性命的迄个咱讲基本功。搁嘛有讲起着即个伫咧咱的属灵的成长内面，咱需要有4个要素，就是咱需要有属灵的父母、属灵的即个家，以及咱爱有属灵的食物，甲着咱的属灵的同伴，互咱伫咧安尼行天路的即个过程内面，互咱会通互相伫遐来委身，彼此扶持。搁咱嘛讲起着啥物是叫做正确的看，甲着即个错误的看。煞接咱要来讲。安尼，咱看到啥物就要得到啥物。这是咱看是一个安尼一个真要紧、真重要的开始。因为咱看啥物货，至到互咱决定咱的迄个价值观。咱看见啥物货，就会互咱伫迄中间来伫遐来追求。但是啥物货是迄个真正会有价值的代志？咱应该爱看啥物货？伫咱今仔日的哥林多后书内面去甲咱讲起着，咱毋是迄个咱所重视的，毋是看迄个会看会见的，是迄个看袂见的。因为看会到的是暂时的，看袂到的是永远。所以咱看会到的是暂时的，所看见的，即个所看袂见的，是看袂到的是永远的。亲像咱所看会到的即个，咱即个规个咱讲血肉之躯是暂时的，有一天咱会归回尘土。搁咱所看袂见的即个属灵的即个性命，却是永远的。迄个属灵、迄个属世的迄个目睭，敢若会通看见迄个看会见的迄个部分，就甲亲像亚当甲夏娃因。伫迄中间，因看见伊家己的迄个赤身裸体，因就用即个叶仔来安尼编做即个裙来安尼遮盖因的见识，却无有想到讲因要怎样伫迄中间来悔改甲着上帝来恢复迄个应该有的迄个关系。若是咱用着迄个俗世的目睭来伫遐来看咱的迄个性命，看咱。看迄个暂时，咱讲暂时看会到的遮个需要，就会安尼为着遮个暂时的即个性命，伫迄个中间伫遐来着磨，伫遐来忙碌，直到咱会通发现，就是咱落尾手，咱会发现讲，咱的一生内面，咱哪像干那为子而活，咱伫咧中间，咱对出生证明开始。就是一张纸开始，咱伫咧咱的活的过程内面，咱为着各式的文凭伫遐咧走走，咱伫遐为着遮个纸币，伫遐不管是纸币、铜币、什么币，反正就是都是币，一生都为此来活。
纸币、钱币无够，咱搁继续搁有订存单，嘛是一张纸。钱欠了有够，咱来去买一间厝，嘛是一张纸。厝有剩，咱搁会用来买一间仔厝，买一台车，嘛是一张纸。落尾手五子登科，结婚嘛是一张纸。所以咱会通发现讲，安尼拢是一张搁一张的纸，咱赚的钱无论偌济偌济零，咱所赚到的偌济零，最后拢归怎样？拢归伫零，无法度带走。上落尾剩的唯一的属伫咱的叫做嘛是一张纸，死亡证书。搁即张死亡证书是你早袂去的。咱的生活对零开始，嘛对零结束，一切拢归伫无有，一切都归于无有，都是零。安尼迄款的生命迄个追求，就较亲像伫咱的传道书内面所讲起的，讲安那，讲空虚的空虚安那，空虚的空虚，一切拢是空虚的。安尼人活着是要为着啥物货？咱会通看见，咱头拄咧讲起，即个纸，甲着迄个灵，论真讲，拢总是中性的，伊无有任何的迄个偏私。但是即个纸甲灵，若互主来用的时阵，即个灵就有意义。耶稣为着咱安尼开了一条的路。为着咱迄个，如果咱安尼将迄个暂时的性命投资伫迄个永恒的迄个内面，咱积聚财宝伫天里，安尼咱的性命就无搁再是迄个灵的结束，安尼若定。耶稣伫遐来教导咱，伊伫遐安尼讲安怎爱积攒财宝在天，所以。如果咱若将耶稣放伫咧即个咱所有的遮个头前的第一位的时阵，咱所有一切所追求的就变做有意义。所以耶稣伊伫咧伫咧即个福音书内面，伊对咱的一寡侪教导内面，伊讲叫咱积攒财宝在天。迄个财宝，如果咱所积攒的落尾手。拢总是干那伫咧俗世的时阵，安尼的时阵，伊只不过是干零。但是咱若是积财宝在天的时阵，咱将耶稣放伫咱的生命内面的第一位的时阵，耶稣伫遐提起着两件代志。第一项的代志就是目睭。伊伫遐讲安那，讲目睭是生命的灯，你的目睭若明亮，你的目睭若金身躯就规个就光。所以咱会通看见的，就是迄个看袂见的，咱必须要用迄个属灵的目睭来看，互咱的迄个有法度去超越看见迄个咱迄个看袂见的，做出迄个永恒的迄个投资。第二就是主耶稣伊伫咧即个教导内面，伊佫伫遐讲起着讲，一个人袂通服侍两个主人。正确的看，互咱会通做出迄个正确的迄个选择，来去侍奉上帝，是要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伫路加福音内面，耶稣用着迄个不义的管家伫遐来讲起着即个比喻，伊伫遐来解说讲，啥物会叫做选择侍奉上帝，就是用着迄个世上的迄个短暂的迄个钱财。来去争做侪人的祝福，将迄个世上所拥有的来互主来所使用。咱若为着金钱伫遐来忧虑，就会互金钱伫遐来甲咱捆绑掉咧。金钱若真做咱的主人，安尼咱的一生就去互钱甲咱规个捆绑掉咧，抵到咱的心内有侪忧苦。咱会通看见伫咱。毋免看其他国家，咱甲看咱台湾，遮个所谓的首富，钱愈侪，咱会看见因的目头愈尖。伊并袂因为伊的钱较侪，伊的即个眉毛就搁较开。
无钱毋免惊人偷去，毋免惊人抢去；有钱佫惊人抢，佫惊人偷。就伫咧迄个中间，咱若用着迄个用金钱来争做咱的主人的时阵，咱就伫迄中间来受到金钱的即个掌控。如果咱若会通来掌控金钱，就会通互这金钱来争做侍奉主，互上帝伫遐来做咱的主。耶稣伫遐提醒咱讲，毋通为着即个世间的代志来伫遐忧虑。所以伊伫迄中间讲安那，讲着大声安那追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来实现，就遮个物拢会煞互恁。我会记哩伫咧我的外公是传道人伊过去以早伫咧迄个年代传道者的生活并毋是真好过，但是当伊要过身进前，伊伫遐来。对着遮个囝儿逝世，伫遐讲，上帝袂互伊的奴仆的家庭夭死，所以伊会互伊的奴仆伊的迄个家庭得到迄个祝福。所以我的妈妈这边的遮个家族嘛有诶有做医生的，嘛有诶嘛有做老师的，等等，遮个真侪的遮个，拢得到上帝的赐福满满。上帝无互伊的奴仆夭死，同款今仔日上帝嘛袂互伊的百姓来夭死。咱会通看见今仔日有侪人，因为年纪大了会感觉讲伊身躯边若小可安尼，因为伊敢若生活伫咧迄个退休金的下面。直到伊伫迄中间，会有心内有侪的忧虑。上帝敢真正会互伊的囝儿来伫遐来夭死？这是咱会通好好来去想的代志。共款，若咱看见需要的咱看会到的迄个需要，来得到迄个应该有的供应，也会得到迄个永恒的迄个上帝的迄个奖赏。咱看见什么货，就追求什么货，得到什么货。看到短暂，咱就得到短暂；咱看到永恒，咱就得到永恒。咱看见什么货，就追求什么货。咱看见人生的价值是什么，安尼咱的性命就会为着什么伫迄中间来活。如果咱只有干那看到咱家己，咱所追求的就是为着家己的利益伫迄中间来走撞。甚至为着家己的利益，甲人来伫迄中间来起冲突，彼此伫遐来伤害。如果咱看到的是迄个看无家己的迄款安尼的性命，就咱要伫咱的迄个性命内面来活出一个迄个叫做为耶稣为别人，无为家己迄款安尼的性命。安尼咱就会亲像亚伯拉罕共款，伫咧面对着迄个利益冲突的时阵。伊伫迄中间来选择伫遐来安尼相让，伊无为着伊家己的利益伫迄中间伫遐来选择安尼为着安尼家己的利益伫遐来伤害别人。伊乃是为着别人来避免冲突，甲着迄个伤害。所以伫咧创世纪内面伫遐。主伊怎样伫遐来安尼对即个亚伯拉罕讲？因为伊迄个亚伯拉罕伊为着要避免迄个冲突，伊伫遐对着伊的即个侄仔伫遐甲伊讲，你若硬东，我就硬西；你若硬西，我就硬东。路着看见迄个索多玛俄摩拉迄个所在，安尼一片真水的土地。伊无伫遐讲我是毋是应该先让我的阿叔？伊伫遐咱讲叫先敬先命。但是咧，上帝对亚伯拉罕讲，罗德摕到即个安尼，伊遇到迄个索多玛俄摩拉去了，上帝对亚伯拉罕讲，你所看见的一切，
我拢要将伊赏赐互你，甲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所以，迄个咱会通看见，就是因为亚伯拉罕伊选择迄个看袂见的，亚伯拉罕伊无伫迄中间来选择迄个迄个伫咧迄个俗世看会见的迄个部分。咱会通看见的是罗德，伊为着伊家己选择迄个上好的边缘，反安尼看起来像是一个真好的祝福，结果反倒是啥？即个家庭落尾手，哪亲像像去互上帝甲伊拆离共款。索多玛俄摩拉，因为因的罪恶真重，逼到上帝要来将即个城来甲凿灭。耶和华就用着流风，甲着即个火对天顶降落，到伫即个索多玛俄摩拉的所在。佫毋那安尼，连罗德伊的某，因为毋甘伊所有一切，伊回头去看到即个索多玛俄摩拉，当伊一个回头，伊就变做一支盐条。所以咱会通看见，看是真重要。看你选择啥物货来看，咱看到的人生价值是啥物？咱的性命就是啥物货，咱就为伫咧中间为着遮个来伫遐活。咱看见啥物货就追求啥物货，比较咱看见的咱若看见的是咱，亲像讲咱敢若只有看到咱家己的教会，是伫遐咱看见的是迄个规个上帝的国度。如果咱只有干那看见咱家己的教会，追求建立咱家己的教会，咱家己教会，咱家己好就好，咱干那顾着咱家己教会迄个，咱讲只有顾及自己的教会，咱有可能无意中伫迄中间来伤害着其他的教会。但是上帝心意并不是安尼，上帝伊毋是干那要建立一个地方的教会安尼那尔。上帝心意是要建立伊的国度，规个国度，迄个上帝国的国度。所以耶稣伊伫咧即个世间，伊的服侍，甲伫伊的所有一切教示，伊不断伫遐来讲起着迄个上帝国度的降临。就较亲像咱伫咧咱的即个主祷文内面，咱讲起着原理的国降临。咱若看见上帝的国度，咱就会愿意来放下咱家己的利益。伫遐来甘心乐意，伫遐来帮助其他的教会，同齐伫迄个中间来得到成长。当咱安尼行的时阵，毋但教会之间的迄个关系会搁较密切，搁伫咧，而且迄个教会会伫迄个中间同齐伫遐来成长，互上帝得到荣耀。这也就是安怎咱亲像讲，咱有南阳区有规个区会。我毋知影因为咱有个人，咱可能毋知影南阳区，咱伫咧规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内面，咱南阳区是互人欣赏的。咱南阳区遮个正教会，迄个彼此之间的迄款的迄个 close 的迄个关系，非常的紧密。这是其他的中会，若讲起着咱7星中会的时阵，佮讲起着咱南阳区。迄是大家人拢对咱有真侪的迄款安尼的学乐，因为咱活伫迄个上帝的国度的内面，但是毋但干那伫咧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上帝伊的心意是伊的国度，包括着其他的宗派。如果咱的心只有干那只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安尼咱的心伤过下。上帝的心意是伊的国度，建立伊的国度。伫咧面对问题时阵，咱会通有两种会无共款的看见。如果咱用迄个属灵的目睭看，就会对用着上帝的迄个眼光、上帝的角度，甲着圣经的真理，伫迄中间来伫遐来看，咱就会有迄款真积极的迄款的看见。就是咱。如果咱若是安尼用着迄个俗世的迄款安尼的迄个眼光伫遐来看的时阵，咱所看见的，就是咱所活着的迄个环境，甲着咱所拄着的，那亲像是事实。
就甲亲像咱头讲的，迄个事实是真正是事实嘛？即个事实是会过去的，即个事实是会变动的，伊是暂时的。但是安尼的时阵，咱会去看见，只不过是敢若是消极的看见。安尼的时阵，咱所得到的是敢若迄个叫做消极的迄个结果。咱看到什么货，就要得到什么货。同一个环境，人会有无共款的看见，就甲亲像伫咧出埃及记内面，遮以色列人因伫咧面对着迄个迄个咱讲迄个面对着出埃及的时阵，面对红海，因伫迄个中间咱讲迄个前有红海，后有追兵，迄款安尼危机的时阵，以色列人因用着迄个俗世的迄个眼光，因伫遐用迄个俗世的目睭伫迄个中间来看，因看见的是啥？只有死路一条。因就伫咧中间，伫遐来埋怨上帝。但是咧，摩西伊所看见的，伊所看见，伊用着属灵的眼光伫遐看，伊看见的是迄个上帝的迄个救恩。伊伫遐，伊也看见讲，这埃及的追兵的确会灭亡。所以伫咧中间，摩西伫遐讲安那，伊对伊这百姓讲安那，讲毋免惊，徛好在。看上帝今仔日安怎解救恁，恁今仔日看到的埃及人一定永远袂阁看见。上主会为着恁安那交战，恁就安静。所以咱会通看见，当咱伫遐安尼用着，当摩西伊用着迄个属灵的看见的时阵，伊就无有任何的惊吓，伊听见上帝的指示。所以摩西伊伫遐顺服上帝指示，伊就要将伊手中的迄个管伫遐来安尼指引，着即个对即个海安尼甲指落去，上帝就行奇妙神业，互红海分开，互以色列人伫迄中间来脱离危机。上帝如果互咱看见，咱就的确会看见。咱无需要伫遐来担心，要怎样伫迄中间来成就。咱需要是凭着信心，顺服上帝，互咱会看见。神业怎样发生，迄是上帝的代志。今仔真侪时阵，咱做一个基督徒，咱伫遐来为人祈祷也好，咱伫迄个中间，咱拄着咱的兄弟姊妹，伊拄着什物款的恶担当的事的时阵，咱到底看见的是啥物货？咱哪会记哩？真理永远拢是安尼太赢迄个事实。上帝伫咱每一个人生命内面有伊真特别奇妙的迄个计划，超过咱的目睭所看见。咱是毋是对主有信心？真侪时阵，咱咧祈祷，咱伫遐咧祈祷的时阵，沿路祈祷，咱就伫遐来讲敢会成？咱伫遐心内伫遐来代替上帝。神也是上帝的代志，咱做简单的代志，上帝做困难的代志。咱只要将咱所看见的，伫上帝面前，伫遐来谦卑，伫跪落伫主的面前，伫遐讲主啊，打救了。就较亲像彼得，伊伫咧行水面的时阵，伊伫遐看见伊家己的迄个伊的迄个状况的时阵，伊伫遐。加在伊还佫会晓画讲主啊，打救了。如果咱若袂晓伫遐画主啊，打救了，安尼咱所画的只不过是干那画伫咧迄个咱家己的迄个掌握的迄个生命的内面。咱无法度去经验迄个上帝迄个大观念伫咱的生命内面，伫迄个中间来彰显。所以，咱永远会记，就是迄个光永远是安怎？是太阳黑暗。所以咱伫咧中间，主伊伫遐对咱讲：“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伊伫迄个中间，伊伫遐有真大的迄款安尼伊家己的迄款的领受。所以只要咱若愿意伫遐来谦卑，来倚靠上帝，咱无搁再倚靠家己，
咱的确会拍开咱的迄个属灵的目睭，互咱用着迄个信心，伫迄个中间来看见迄个，咱讲不平凡的上帝，伊就会迄个成就做遮不平凡的代志，伫咱的生命的内面。所以，迄个无共款的看，会带来迄个无共款的迄款的结果。伫迄中间啊，咱会通看见的，就是咱的生命要有做一个什么款的结果，是爱对咱怎样看来做开始。咱怎样看，就会影响咱怎样想。咱伫迄中间，搁咱的迄个会影响着咱规个咱的行动，甲着咱的决定。到底咱要得到迄个祝福啊，是要得到救赎？往往就看咱安怎看来做开始。圣经内面啊，有侪遮的咱的遮的咱讲信仰的先辈，因有无共款侪的遮的经历甲遭遇，拢是对因看来做开始。咱会通看见的，亲像伫咧迄个亲像讲咱来看讲大卫。大卫伊甲着即个拔示巴，伊伫迄中间，因伫遐来犯奸淫，是安怎开始的？是因为大卫伊迄个错误的看，就是当伊伫遐安尼，咱今仔日即个撒母耳下卷伫遐来讲起着，当伊伫遐安尼黄昏的时咧，大卫对床顶起来。咱讲想象啊，一个王啊，做王做到尾啊，伊起床几点？黄昏啊，困规工啊，佮困规工起来，佮伫咧王宫的即个平顶的面顶伫遐散步，散步就散步，佮看到人咧洗身躯。圣经讲啦，讲即个妇人人的容貌非常的美丽。伊毋是伫迄个中间用着迄个属灵的目睭看看讲啊，安尼这是无安尼，互上帝所欢喜的。迄个错误的看引起大卫伊的迄个渴望，直到伊安那，伊想要知影即个妇人人是啥物人啊？煞接伊就是一连串的错误的行动甲决定。大卫将即个妇人人接来到伫咧宫中迄个宫中，甲伊同房。错误的看，毋但互大卫伊犯奸淫的即个罪，佮直到伊落尾手，伊佮借刀杀人，来流无辜的人的血，伊来杀死即个拔示巴的即个翁婿，借着战场，超过伊派即个迄落伊的翁安尼去到伫战场，佮毋安尼，佮指甲元帅讲安那，去到伫上危险的所在，了，赶紧退兵，留伊一个，借刀杀人，流无辜的人的血。上帝非常的无欢喜，直到即个因伫咧即个行奸淫所安尼怀孕的即个囡仔，上帝不知安尼无欢喜，毋但落尾手，即个囡仔落尾手留袂掉死亡，落尾手是迄个规个迄个咒诅，甲着迄个刀剑无离开大卫的即个家。咱若得罪上帝，往往就是对迄个错误的看开始。咱若用迄个错误，咱若用着迄个属灵的、迄个俗世的迄个目睭伫遐来看，直到咱会照着咱的迄个意思伫迄中间来伫遐看，直到咱伫迄中间来犯罪，搁安那落尾手越陷越深。就甲亲像讲，咱会通看见就是咱伫遐讲安那，上简单。如果你若是讲白贼，咱叫安那讲，一句谎言要用几句的谎言来去圆它，10句10句的谎言还要再用100句过去圆，继续圆下去，你就
你会不断伫迄中间，敢若愈行愈深。上帝伫迄中间，伊无欢喜即个大卫的所行所做，但是迄安尼会抵到你安尼一步错，万步错。但是感谢上帝是，上帝有伊恩典，伊落尾手借着先知拿单对大卫的迄个责备，甲着落尾手大卫伊伫迄个中间来谦卑悔改，伫遐来主来伫遐来回应，互大卫看见伊家己的罪，抵到伊伫迄个上帝伫迄个中间来安尼得到上帝赦免。所以上帝敢若讲大卫伫咧对拿单说什么？他说：“我得罪耶和华。”拿单说什么？伊讲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伫这所在，咱会通看见一个真要紧的，就是迄个欢喜伫咧上帝面前来认家己的罪，偌尔啊重要。大卫敢有讲伊认罪，敢有讲偌济？伊敢若简单讲几句话，讲我得罪耶和华，我有得罪上主啊。安尼就得到上帝的悔改，迄个赦罪，偌尔啊简单。所以，咱嘛爱需要亲像大卫共款，时常伫上帝面前来求主，来检察咱的心，互咱会通看见咱家己的迄个歹所行啊袂。搁伫迄中间来伫遐来悔改，来遵行上帝旨意。所以诗篇139篇底下讲上帝啊，讲上帝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思念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咱时常咱需要倒来到上帝面前，透过迄个属灵的眼光，看见咱家己的生命的状况，互主，特别是主圣神伫咱的内面，伫遐来光照咱。互咱看见咱内面有啥物货歹所行啊无，引带咱来行迄个永活的道路。错误的看，也时常是一个迄个惊吓的迄个来源。所以头仔讲起着彼得，伊伫咧中间，伊看见耶稣伫咧行水面的时阵，伊伫遐讲主啊，若是你，互我来去到你遐。主耶稣讲啥？你来。在今仔日真侪时阵，嘛真做咱基督徒的一个问题。咱需要甲主有一个真亲密的关系，因为咱有当时因为彼得安尼讲嘛，主啊，若是你，所以真侪时阵，咱伫咧咱看见着有个人有真好的迄款安尼包括讲伫咧教会内面也好，伊伫咧伊的生活内面，伫咧伊的工作顶面有真好的表现，咱伫遐讲主啊，我嘛要亲像伊啊。但是咱要问的是，主有讲你来无？真侪时阵，咱看见人安尼，咱嘛要共款。但是如果若毋是主应应允，主应允，咱时常是其实是凭着咱的血气伫咧中间来做。但是咱会通看见的是，彼得伊伫咧中间，当主对伊讲你来的时阵，伊就开始行，伊真正行。但是上主要是伊伫咧中间，伊伫咧水面咧行的时阵，伊原底本底伊伫咧注神看耶稣的中间，伊落尾手，伊将伊的迄个注神伊所看见的，伊转移去伫迄个看见伊规个环境，迄个环境是啥？是规个遐大风大影伫迄个中间呐。当伊迄个错误的看的时阵，伊看见迄个风遮尔啊大，影遮尔啊大，伊就心有惊吓，伊就伫咧迄中间，伊无法度搁再行水面，伊就沉落去。伫咧军队耶稣的即个道路顶面，咱若是用着迄个俗世的眼光，不断伫迄个中间伫遐来看咱家己的环境。
咱对咱的上帝信心有迄款安尼摇动的时阵，咱心内就开始做的摇疑。这毋若是干那阻挡咱去经历上帝的迄个大能，也要互咱的信心不断伫个中间来安怎下沉。如果咱若拄好，咱即马拄好咧经历迄款的下沉，迄款安尼的光景，咱爱赶紧的谦卑来到伫主的面前，来向主祈求讲：主啊，他救我！我毋知影咱伫咧面对着咱生命内面侪遮的咱的困境、咱的难处的时阵，咱到底第一个咱所犯的是看主啊救咧，是咱伫咧中间讲当即个时阵我要找啥物人？真侪时阵，咱扪心自问，咱可能较侪是咱会想讲我要找啥物人，是讲我要怎样做？但是咱袂去来到伫主的面前，伫遐来讲，主啊救咧，互我看见你要怎样来引出我跨越、搬过这个困境跟难处。当咱伫遐来喊讲主啊，救我！主耶稣要搁一届，亲像将彼得将水里舀出来共款，伊嘛要将咱来甲因舀出来，互咱会通看见。实际上，咱甲主，咱的上帝伊甲咱同在。迄个正确的看见，互咱会通安尼不但是伫遐来经历着迄个上帝伊的迄个生业技术伫咱的生命内面，佫会通得到上帝祝福。所以罗德离开阿伯拉罕的时阵，上帝伫遐指示阿伯拉罕安怎讲？伊伫遐来观看，伊讲说。阿伯拉罕所看见的，上帝安怎讲？迄落拢要安尼收索伊，讲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你所看见一切的地，哇，这是一个什么款的？偌尔啊大的祝福，当咱欢喜谦卑伫遐来跟对主的时阵，咱欢喜伫遐来安尼牵调伫主的时阵。咱要看见一个无共款的看见。虽然当时阿伯拉罕所看见的地有缘，还阁无属伫咧伊，但是伊迄个属灵的目睭已经看见的是啥？上帝要伫咧安尼真侪代了，要确实将伊所看到的地赏赐互伊甲伊的后代。属灵的看见，属灵的目睭。要看见迄个属灵的代志，所以咱会通伫咧即个创世纪内面，咱嘛会通看见，就是阿伯拉罕后来安尼因落尾手，虽然讲伊不断伫迄个中间来伫遐来牵线，后来到伫以撒、雅各，因拢不断伫迄个中间来讲起上帝迄个应允的地伫咧什么款的所在。虽然讲迄个时阵地也毋是属伫咧因的，但是因伫迄中间掠着上帝的应允，因就伫迄中间来讲起讲，迄个地伫倒位，上帝已经赏赐互咱。佮因是用着迄个叫做完成式的迄种的讲法，讲着迄个地虽然也未伫咧手的，但是已经是属伫咱。因确信上帝会将迄个地赏赐互因。以利沙嘛是因为迄个正确的看见，咱伫咧亲前咱嘛有讲起着，伊伫迄个中间，伊伫遐来遇着伊的老师以利亚伫遐来讨，伊讲要得到迄个双倍的迄个感动。所以以利沙伫咧即个以利亚要受接上天进前，来向以利亚要求迄个双倍的感动。然后讲安那，讲愿你那个感动你的灵，那个双倍的感动我。因就伫咧中间，因为以利沙伊的迄款安尼，伊就伫迄中间，当因真清楚知影讲，以利亚要受接上天。以利亚安怎对以利沙讲？原底不断讲安尼，你会通求我啥物货？你求
我若会通，我就互你。结果伊丽莎伫迄中间来遇着伊丽莎讲啊，讲愿感动你的灵双倍来感动我。但是伊丽莎讲，即个代志毋是伊有法度完成的。但是伊伫遐讲起着对伊丽莎，伊对伊丽莎安尼讲，你若看见我就要得着，若无你就得袂着。就因为安尼，伊丽莎伊伫遐安尼，甲伊的老师滚条条。当落尾手光雷啊风将伊丽莎甲伊接去的时阵，伊伫遐来画讲，吼，迄个以色列的火马甲迄个战车伫遐来出现的时阵，伊伫遐来大声的伫遐话：我的爸啊，我的爸啊！以色列战车去，哦。当伊利亚无搁再看见的时阵，当伊丽莎伊就捡起来伊的老师的衫。伊伫迄中间，伫遐来拍水，因就伊就行大地经过，迄个伊所求的，迄个双倍感动，伊丽莎迄灵就临到伫伊。所以只有当咱用着迄个属灵的目睭去伫遐来看，才有法度迄个正确的看见，就要看见上帝所要爱咱看见的代志。看见上帝的应允，佮看见迄个看袂见的代志。圣经内面有侪遮的信仰的伟人，就是因为因有安尼的迄款的看见，就得到迄个属天的迄款侪的遮的安尼，咱讲天顶迄个永恒的迄个福分，甲着迄个奖赏。亲像保罗，伊安怎看？伊讲，他说我看这个那个世界什么？如同粪土啊！他说啊，我为基督的缘故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赢得基督。所以，迄个因为安尼迄款的正确的看见，伊毋但无惊死亡，佮伫咧伊的临终的时阵，伊确信上帝已经为着伊备办迄个公义的冠冕。伊伫咧，伊还袂互斩头进前，伊安尼，伊伫遐讲起讲，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该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是还给那个凡爱慕他显现的人。第一所在。保罗伊真清楚知影，伊虽然讲迄个时阵伊还袂互斩头，伊讲即段话的时阵，伊讲伊已经得到啊，但伊迄个时阵得到未？看起来像还未，但是伊讲伊已经真清楚，伊伫遐来宣告讲我已经得到。佫毋那安尼，伊讲佫要祝福迄个安怎？汝若爱慕他显现的，迄个他是耶稣显现的人。所以，即个迄款安尼得到，嘛要临到伫见若心无主过来的人。即款安尼两款无共款的迄种看见，用着迄个属灵的迄个目睭来看，甲着用俗世的目睭来看，所带来结果是一个无共款。若用着迄个属灵的目睭正确来看，咱就要经历上帝，佮得到上帝应允。要赏赐互咱迄款安尼迄个福分，咱若用着迄个俗世的眼光来看的时阵，咱就要失去上帝所要赏赐互咱的福分，因为咱用着咱家己方法伫遐咧敲找找找，结果咱无去得到迄个上好的，就较亲像当初时即个耶稣对马大甲着玛利亚所讲的，伊伫遐讲马大，你伫遐安尼。伫遐咧无用，但是玛利亚伊得到迄个上好的，他说得着那个上好的福分。所以咱若用着迄个俗世目睭，伫迄个中间来敲找，伫遐来找踪的时阵，咱若失去上帝的福分，佮。甚至咱有可能伫迄中间，直到咱伫遐来犯罪，来得罪上帝。
所以咱需要真谨慎来伫迄中间来看，来找。咱无法度凭着咱家己迄个用着迄个属灵的目睭伫遐看，咱必须要用着一个谦卑的心，互上帝来拍开咱迄个属灵的目睭，互咱会通看着照着上帝的心意来看待咱四周围咱周边的人，甲每一项代志，伫咱的生命内面所经历、所发生的代志，以及每一项代志，互咱会通重新搁一摆用着。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用着一个无共款的眼光，搁一摆来去看咱生命内面所拄着每一件代志。求主帮助咱，咱落尾手，咱来想搁一摆来回想头拄咱所分享的，咱要怎样来将迄个暂时的性命投注伫咧迄个有价值的永恒的内面？迄个积财宝在天上，是要咱要安怎来去行，去投注伫咧有价值的这个永恒的内面。咱有做对迄个对的迄个投资无？第二，咱伫咧中间，咱伫遐分享中，咱有提起着，咱看见什么就追求什么货，咱得到什么货，安尼什么货，才是咱应该要看到的。正确的迄个人生的价值，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透过咱今仔日所分享，咱会通搁好好来回想，什么是咱正确的人生的价值。第三，迄个属灵的目睭看，甲着迄个俗世的目睭来看，会带来什么款的无共款的结果？咱会通透过咱今仔日所分享，咱会通搁一摆好好来想，也求主帮助咱，互咱伫过来的日子，咱真正会通好好时常谦卑伫主的面前，互主的话，互主伊的圣神亲自来不断来光照咱，引带咱行头前的道路。咱同心来祈祷。稳定的主，阮搁一摆献上满满的感谢。主啊，若毋是因为主你稳定，你的怜悯，主阮实在是真正袂堪伫。因为你丰盛稳定，互阮会当大声来成做主你国度内面你上帝国的儿女。主啊，求主帮助阮，互阮伫咧面对着阮生命内面的各种的处境的时阵，主你的神不断来启示阮，来光照阮，开启阮心内迄个心灵的目睭，互阮真正会通。安尼用着主你的眼光来看逐项的代志，以及看每一个人，互阮会通看见每一个人伫咧主你的面前，拢是有主你的形象，拢是有主你迄个特别的心意。主你就引带阮、带领阮，互阮会晓伫欣赏每一个人。搁伫阮彼此的互相的接待内面，阮欢喜来谦卑屈低，伫主你的面前来看别人比家己较强、较牛，也互阮会晓伫来看见每一个人拢是阮的老师，互阮看见阮真正是。非常的有限，阮需要有主，阮需要时常谦卑来到伫主你的面前，来主你来求讨，时常来倚靠主你，伫阮人生的道路内面，时常透过，因为阮欢喜谦卑弃权，互主你伫阮的生命内面掌权，阮要经验着主你怎样带领阮经历阮生命内面遮个困境，主你要亲自带领阮。互阮伫咧过来的日子，阮要不断来看见，主你怎样用着你的大能力来引带阮、带领阮，来跨过阮生命内面逐样的遮个困境甲难处。愿搁一家献上感谢，也愿你照着你的应允，亲自来施恩赐福伫阮所有众兄弟，互阮当阮若照着主你的话伫遐来说义行。行出主你的话语的时阵，主你就要带领阮，
互阮去经验主你丰盛的恩典，甲你的慈悲怜悯，要充充足足来灌满伫阮每一个人的生命内面。阮搁一家献上感谢祈祷，靠主所基督圣名，阿门。此时咱要来举行圣餐礼，请咱来吟圣诗364首，食这饼，啉这杯。伫主耶稣的名，欢迎纪那属伊的教会陪参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纪那归应伊的人讲恩典的话。我就是换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袂弃使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参加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耶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摕饼祝谢来拜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今日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今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摕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声，咱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感谢。主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事，愿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者会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会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赞，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圣名。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免。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即
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即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即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啊，目屎。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若已经领受摕着饼的人，请咱就安静祈祷，求主来感谢咱，看咱有啥物歹所行无，咱就来求主来赦免。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即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即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咱着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咱三脚来领受。食了也安尼捧杯，主耶稣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色里面，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
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你若啉的时，就今年来纪念我。当咱摕到杯的时阵，请咱嘛共款安静咱的心，伫遐安静默祷。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你若啉的时，就今年来纪念我。这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今年来纪念伊。咱三个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的平安甲恁伫地。请咱三个来祈祷。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精华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经奥妙的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原来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采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打以后会通荣光你。奉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免。这时咱要来收杯。
这时咱请起立，咱来用倚着来读书道圣经。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字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壁刀林内受苦，变是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伫山中过活，上天，他真是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为了对兄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善可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可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这是咱请坐。当心来奉献。咱请曾建明甲曾志祥两位执事。至圣的天父，疼痛的上帝，阮感谢你，阮拢总受你救赎的囝儿，伫你的面前，用感恩的心来献上这一切，诚做教会路用，也诚做主你使用这个奉献来传播你救赎福音，互更加侪人会当来认捌上帝，同齐来领受救恩。阮一切奉献，愿主感纳，祈祷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请坐。这时咱来读本周的金句。
咱同齐来读现代台语和日本来。阮所重视的，毋是看会到的，是看袂看到的。袂到的，因为看会到的是暂时，看袂到的是永远。啊，咱都有第4章第18节。咱这时各用和本来练一次，北来。因为我们不是顾念看得见的，而是顾念看不见的。原来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格林多后书第4章第18节。今日唔知有新的朋友吧？韩校长他们女儿从美国回来。韩校长女儿从美国回来，我们鼓掌。还有很多这些家人。我请他们站起来，我们鼓掌来欢迎他们。请欢迎来咱这做礼拜哈，请坐。还有冷气前面那一对夫妇。还有，去这边的，给我介绍一下，自我介绍一下。来吧，好，欢迎。好，我们鼓掌欢迎。好，咱来看周报。报告事项。礼拜后有准备爱餐，请兄姐留步一起来享用吼。第2点，农历新年开始吼，每户有赠送一份春联跟红包袋，请兄姐到招待桌那边来自取。第3点，本礼拜后开长执会，请长执预备心来参加。第4点，我们吴美娥姐妹的小女儿亲姐妹将与在跟那个韩西教会的陈伯君弟兄在2月3号礼拜六上午9点要举行结婚典礼，中午在圆山的内城香草菲菲来宴客，我们来恭喜他。那第5点，本教会的甘宪明弟兄李黄辉弟兄、陈思念姐妹住院，进行兄姐关心来代祷。第6，本会的赖碧爱姐妹的令尊赖永国弟兄安息主怀，昨天已经在他们自宅举行告别礼拜，愿主的灵亲自安慰扶持他们的遗嘱。第7点，请各团契在春节以前安排时间打扫团契所使用的空间。第8点，配合农历春节及正午节期放假的安排。教会从2月6日星期二到15日星期五周间的聚会暂停1次。那2月10号星期六新春称谢礼拜是合堂是早上9点要记得早上9点。2月11日11奉献主日是早上9点半9点半。肢体消息请来过目。有安排着后礼拜的聚会。请来准备心。顶周聚会出席甲报告，请来过目。我们就向干事来见证。牧师才有现在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上帝啊，我们的创造主。我们当中一些人过了一个非常好的礼拜，但有一些人在这个礼拜当中经历了焦虑、失望与压力。但我们已经在身处一个情境里，体会到你的信使，无论得时与不得时，你的恩典围绕我们。在你神圣的光中，你不断地向我们保证你永不失败的爱。我们承认我们的不完全，我们的意念总是常常违背你的旨意。因着你在十字架上的爱，你赎回了我们，使我们体贴你的旨意，使我们走在你的道路上，如同因着恩典被拯救的孩子一样，
满心喜乐，而不是在你的面前被恐惧折磨而感到震惑。我们也为教会甘宪民、李黄辉弟兄及陈思炼姐妹的住院，还有赖必爱的令尊、赖敦国弟兄安息主怀来祷告。上帝啊，你赦免我们的罪，并医治我们的疾病，我们向你来呼求。我们的力量日渐衰弱，我们不知道明天将如何。在我们的肉体上有病痛，在我们的灵里有焦虑和不安。若是可行，让我们恢复健康。我们不求释放的奇迹。若在自然的规律当中，我们的痛苦必须继续，帮助我们接受而不抗拒它。若我们必须被引导走向死荫的幽谷，帮助我们不害怕，让我们有勇敢地走进你的临在的当中。在你美好的扶持中，一切都是美好。在你的手中，我们的交托我们的身体与灵魂，按着你的旨意而行。亲爱的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层面，凡是与你的话语和旨意不一致的地方，求你重新调整我们的生命的次序，好让我们预备好自己，能够胜任一切的服事。主啊，请你再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动工，透过我们来触及他人的生命，去扶持跌倒和受欺压的人，带领他们来到你的面前，来经历神救恩的大能。主啊，我们为世界和平祷告，让我们不因战争和人们的冲突、争斗而心烦意乱，而是要在信仰上站立得稳，要确知，正如耶稣胜过苦难，我们也能得胜，并活在他完全的平安和同在里。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时，咱起立来吟祝福的诗，圣诗394首，圣诗394首。这时礼拜就要煞，请起立，咱来读首。吟诗煞，请牧师来祝祷。这时礼拜。对主，我满心感谢我你，照着主你丰盛恩典，主你将你的话语来阮来开启，但愿伫阮的日常生活中，愿主你的话成做阮日常生活的准绳，互阮照着主你的话伫遐来说义行。检在有时阮若拄着艰苦的时阵，愿主你亲自来带领引带，互阮时刻来倚靠主，来得到主你丰盛的恩典，甲你的施恩祝福伫阮所有众兄弟的顶面。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胜。愿恁的是因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
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息，伊也要请伊。但愿主要所记的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相通，甲恁圣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灭道必会。Show me.